Hello， 大家好，歡迎大家又翻到嚟尋源探秘嘅頻道，我係你哋嘅節目主持人智澄。今日會同大家講啲咩呢？今日咧就想同大家輕輕鬆鬆講下啲五行嘅嘢。咁有啲人會問啦，五行啲嘢我都知啦，金木水火土嘛。但係今日咧，我要講咧關於一啲五行嘅相生相克對我哋運勢有咩影響。但係同時，我哋點樣利用啲五行嘅相生相克去令到自己運勢變得更加好呢？今日就會講呢啲咁嘅嘢啦。喺未講啲嘢之前呢，希望大家繼續支持個頻道，例如訂閱個頻道啦，幫我分享出去啦，俾個 like 我啦。當然，你哋意見對我嚟講咧都係非常之重要嘅，因為咧你哋意見咧會令我知道呢個頻道應該點樣繼續改進落去，而且增強互動咧會用 YouTube 嘅演算法咧推高我呢個頻道嘅點擊率嘅。希望大家咧可以繼續幫我手。好啦，而家正式開始講五行點樣幫助到我哋啦。首先嚟講咧，講下五行係咩嘢先啦。五行就係金木水火土啦，咁就會點相生同相克咧？咁咧就係首先相生講一先，金生水啦，水生木啦，木生火啦，火生土啦，土就係生金。相克咧就啱啱有啲比較難記些少嘅，咁咧就係金克木，木克土，水克火，而火咧就係克金，土咧就係克水。咁若果大家覺得難記呢個相克咧，相生易記啲嘅，相克可能會難記啲。咁啊，相克點會為之相克咧？就係你諗下，把斧頭斬落個木頭，所以咪金克木咯。咁然後跟住啦，木克土，植物生長咧會令到土地嗰個質素變差，所以木克土咯。水克火就好簡單啦，揾水咪淋熄到啲火咯。咁火點樣克到金咧？你揾個金屬俾火燒，咪燒溶嚿金咯，所以咪火克金咯。咁而點樣土克水咧？諗一條河流本來流得好順暢嘅，你起到堤壩截住水流，咁咪土克咗水咯。嗱，講完相生同相克點樣去睇出嚟咧，跟住咧我就開始講我哋點樣知道相生同相克會影響到我哋先。咁首先嚟講咧，原來我哋每一個人嘅五行咧就會喺唔同嘅位置嘅。例如咧，我哋會喺旺相憂囚死呢五個位置咧，分別放咗我哋嘅五行喺裏邊。咁旺相咧係屬於比較好位置，憂咧就中間，囚死咧就比較差。即係話，若果我哋金位喺個囚或者死嘅地方咧，就代表我個人咧可能思維方面咧會比較差些少啦。又例如咧，如果你金差，同時亦都會比較容易令到你破財嘅喎，即係揾咗錢好快就會使咗出去。咁跟住啦，如果係木差又會點咧？木差咧可能咧就會比較讀書方面嘅讀書運比較差啲啦。打工方面咧可能都會比較叫做付出與收入不成正比，同埋咧就算你做得幾多都好咧，我哋叫做付出好多啦，但係咧你嘅工作完全俾老細睇唔出你有幾叻，咁變咗嚟講咧，可能咧縱使你幾多努力咧都係枉然嘅。咁然後跟住講到咧土啊，如果土差嘅話咧，個人咧就可能冇乜安全感啦，同埋咧會過分保護自己，好難會同人展開溝通嘅方式。跟住咧講埋水差啦，水差咧個人咧容易想法負面，情緒咧都容易諗埋一邊嘅喎，即係比較悲觀啦。同時咧有機會容易出現一啲好大嘅一啲溝通問題啦，同埋情緒病嘅。火咧若果係差嘅話咧，就代表佢個人咧腸胃會比較差，同埋咧爛桃花亦都會比較多嘅。咁跟住講啦，咁我哋點樣可以將相生相克去影響我哋自己運勢先？首先我解釋下咩叫相生先。譬如金生水啦，金生水意思就係話，若果你個金生咗水嘅話，金嘅影響性咧對你嚟講就低咗啦。但係咧同時間
水嘅影響性咧對你嚟講咧就會增加咗。咁克方面就調翻轉啦，譬如我哋呢個金克木嘅話，咁金咧同時都會少咗嘅，咁但係咧木同時亦都因為金克咗個木啦，所以個木咧對你影響性亦都低咗啦。咁開始明唔明咩意思咧？嗱，例如若果你嘅工作運係比較差嘅話咧，我哋未必可以即時改善到嘅喎。咁我哋不如將影響性減低先啦。咁我哋點樣可以減低咧？就係可以帶多啲金屬嘅飾物或者屬金嘅水晶，屋企多啲金屬擺設咧，都會令到你工作運暫時比較叫做冇咁差嘅，起碼唔會繼續跌落去先啦。又例如啦，你好多爛桃花，咁我哋點樣可以將佢變咗少啲咧？有兩種方式嘅，一種方式咧就係我哋點樣克火啊？就係用水啦。咁我哋屋企咧可以擺啲水嘅擺設啦，例如水種植物啦，甚至擺樽水喺床頭咧，都會令到你爛桃花減少嘅喎。咁但係有另一種方法咧，亦都可以將個爛桃花減少。我哋火會乜嘢啊？火會生土啊嘛。我哋咧就可以擺一啲石頭嘅擺設喺個房裏邊。有咩好處咧？就會令到個火去生佢。咁個火去生佢嘅時候咧，咁你個火咪同時減少咗咯。咁啦，例如成日破財嘅，同樣地啦，我哋咧可以擺啲火嘅擺設，例如擺啲紅色物件啦，一啲走馬燈或者長明燈咧，會導致我哋咧破財運勢咧減少好多嘅喎。咁但係調翻轉頭啦，你嘅金位原來係好位嚟嘅喎，咁只不過唔夠多。咁我哋點樣可以改善佢咧，令到你揾多錢？即係而家你咧可能揾到錢嘅，只不過未夠多。咁點樣揾得多啲咧？我哋咧就可以擺一啲多啲嘅石春，擲住啲金，咁咧就會令到你哋不單止使少咗錢，同時間咧亦都揾得多啲錢喎。咁我哋點樣可以擺呢個陣咧？我哋咧就用玻璃罌擺50個以上嘅1、2、5毫子，但係記住數量要係單數喎。咁咧，然後上面再揾5粒石春擲住，再扭翻埋個玻璃罌。咁呢個陣放喺你床頭咧，就會令到你一方面減少使錢，即係錢咧就會實啲。咁同埋咧，亦都會令到你揾得更加多錢。好啦，跟住若果你個人成日諗嘢都猶豫不決，又或者好多嘢係諗出嚟之後咧，就好似不切實際咁，即係幻想太多嘅話咧，咁你個水其實某程度上咧係屬於偏靚嘅喎，只不過咧係因為太多而導致咧搞到你有陣時咧好難做決定。咁呢個時候咧，我哋就要擺啲土嘅擺設，即係石頭嘅擺設啦，或者一啲灰色嘅擺設，令至你嘅水減少啲，咁咧就可以令到你個猶豫不決減少。同埋咧，比較冇咁容易咧，成日掛住諗啲太細嘢，而忽略咗比較大啲嘅事情。咁若果你個人係想工作運好啲升遷，而你個工作運本應已經唔錯嘅話咧，咁我哋點做咧？好簡單，就擺多啲水喺你側邊，例如擺樽蒸餾水喺你床頭咧，都有機會咧令到你有機會工作運更加好而升職嘅喎。咁其實五行相生相克咧，仲有好多好多不同嘅一啲影響性啦，同埋一啲好特別嘅趨吉避凶嘅方法嘅喎。咁又例如咧，若果你發覺自己個人咧成日都冇信心啊，咁我哋點樣可以令到自己有信心啲咧？咁頭先講咗啦，土唔靚咧就會冇信心，同埋咧會比較保護自己嘅。咁咧，我哋將個土削緊啲咪得咯？咁點樣削緊啲咧？咁其實某程度上咧，我哋擺啲錢幣嘅擺設啊，或者金屬嘅車仔喺房咧，用個土去生呢啲金咧，咁就會減少咗啲敗土。減少咗敗土之後咧，就會令到你咧個人咧信心方面增加唔少噶啦。咁其實呢方面嘅嘢咧，仲有好多好多五行相生相克趨吉避凶方法咧，都有好多未講完嘅喎。如果大家想繼續聽落去嘅話咧，不妨喺下邊留言講俾我聽。
你哋想繼續聽落去啊，定係想聽其他節目呢？我會盡快地咧根據你哋嘅需要咧去製作出一啲你哋想聽嘅節目嘅。今日講嘅又差唔多啦，不過未完之前咧，希望大家知道咧，我頻道咧就快夠1萬個訂閱啦。希望大家唔介意嘅話咧，不妨 click 個訂閱，繼續訂閱個頻道，令到我夠1萬個訂閱。1萬訂閱之後咧，我會推出會員頻道，出特別嘅一啲會員服務俾大家嘅喎。希望多多留意住我會員頻道有咩特別嘅新推出嘅服務。希望大家繼續支持頻道。今日講嘅嘢就差唔多啦，下次再見，拜拜。